我記得細個嗰陣成日搭飛機去旅行㗎。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飛機，細個仲會同表哥一齊砌模型。朝早返工喺輕架行過去 locker， 見到個風景咁靚，成個都精神晒。我之前做氣動裝置，喺飛機拆落嚟嘅所有零件都關我哋事㗎。拆晒啲零件，跟住再運入機場俾我哋做檢查維修。我兩個小朋友都好中意飛機，所以話題都多咗。大仔仲成日問我飛機係點樣飛添。我應承過我啲小朋友，一定要堅持自己嘅理想，將來做到工程師。